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5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早起又搁发生一件枪杀案，警方随着抓到2名嫌犯，也毋过高雄长的扫恶又搁出代志。媒体指出，总统蔡英文望台所伫台北寮起天然气接收站来解决海草大的争议，也毋过搁发挥甲台所拢讲这是两回事。缅甸昨传出39个人互军方弹死，毛大伤工厂互放火烧，外交部长的苹果刚需要救援转机。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5个对菲律宾跟法国境外离癌的病例，其中有咱国头一个对菲律宾遣散回国的通缉犯胃着病毒。另外 ，AZ 疫苗嘛特别开始做了，也毋过有3种人指挥中心是建议因先唔通做。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就新增境外一路的COVID-19 的病例有5例啊，分别是这个菲律宾、法国入境啊。那另外案989是本国籍50多岁的男性，那2019年1月到菲律宾，那因为通缉到案，在今年3月12号自菲律宾借送回台，那持有搭机前3日检验阴性报告。那入境时没有症状，那入境后到看守所居家检疫，并安排采检，今天确诊。第一个就是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者不施打这个第1剂的这个 AD 的这个疫苗后出现急性严重过敏反应者。那另外还有一个是8岁以下的青少年，那这些都目前是不可以施打的哦。目前虽然有真侪国家拢已经开始做预防针，也毋过病毒变种的速度嘛真紧。传出一寡人做了后嘛是个胃着病毒，所以加做疫苗的公司嘛要研发第2代的疫苗。咱国的专家预告，采用 mRNA 这种技术做出来的德国 BNT、辉瑞佮有莫德纳疫苗，会使直接针对病毒来改善，上有机会伫今年年底之前，第3做出对付变种病毒的疫苗咯。为加速恢复生活步调，各国拢开始做新冠肺炎疫苗。不过，新冠病毒也伫英国、南非、巴西等国出现变种，有人就算做疫苗，也是有可能去围着。所以，各疫苗厂正一个研发第2代疫苗对抗病毒株。台湾专家认为，采用 mRNA 技术的德国 BNT 辉瑞疫苗加莫德纳疫苗，到今年年底进前，上希望研发完成。目前三种设计呢 ，RNA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跟蛋白疫苗呢，大概以 RNA 疫苗是最容易改变的哦，就它的设计可以改得最快，比最容易跟得上病毒的脚步。王立明表示 ，mRNA 制成的疫苗用直接针对病毒的变种点做修改，达到预防变种病毒感染的效果。反倒来看，国产疫苗是属于重组2倍疫苗，要将2倍重组工程是真大，可能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另外，最近国外 AZ 疫苗出货速度甲合约无成比例，加上病毒变化这因素，今年下半年恐惊也是未远市场。当它这个供应如果有短缺的话，到了下半年6月以后。看起来之前我们有提到说，疫苗的市场在全球可能在下半年会进入买方的市场，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王立明指出，新冠疫苗供需差异伤过大，产能各无法度增加，明年才有机会进入买方市场，将继续对价。即马今年希望国产疫苗研发赶紧予第一线医护人员优先来做，国内要达到群体免疫，恐惊要等到明年或者是后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 AZ 疫苗传出伫国际上有人做了后有血管塌起的副作用，荷兰跟爱尔兰嘛伫昨宣布讲要暂停注射，也毋过疫苗公司阿斯特捷利康是表示，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讲 AZ 疫苗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伫挪威发布消息，表示因的国家出现自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了后出现严重血管塌掉案例。爱尔兰伫健康官员提出建议，搁慎重考虑之下，宣布暂停自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爱尔兰副首相医学官格林声明，AZ 疫苗甲血管塌掉之间的关联也无定论。爱尔兰安尼做只是预防万一。British data where millions of doses have been given, and we haven't seen an elevation in these events. And the decision today has been made over an even overabundance of caution. 英国药物甲保健产品管理局对爱尔兰的暂停注射表示，当密切注意相关的回报。
药厂阿斯特捷利康表示，针对超过1700万人自家疫苗了后，佮重新检视，并无证据显示 AZ 疫苗会增加形成血管塌掉的讲法。世界卫生组织也捌有类似的讲法，表示各国无需要因为烦恼来停止注射。It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the vaccine. It will put people off, and if it does that, as it almost certainly will, it will lead to more people getting ill. 当日因为同款的理由，也采取保守手段，也有荷兰暂停 AZ 疫苗注射至少到29。卫生监管机构将取消4.3万笔的预约。荷兰也参考挪威药品管理局的报告，挪威有3位最近注过疫苗的医疗人员，因为出血、血管塌掉、甲血小板减少断医治疗。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已经有转好的趋势，最近7天一天平均增加55000外例，是去年10月15以来上少。美国疾管中心统计，已经有将近7000万人有注疫苗。也不过，美国防疫专家福奇是警告，上早就放零防疫限制，已经可能会个拖翻头。另外，全球拢正出名的大体经家马友友，顶礼拜伫注疫苗了后，就伫现场演奏。来注疫苗的民众是讲，会使听到现场实在是赚到，嘛受到鼓励。好听的大提琴声伫美国马州一间社区学院新冠疫苗注射中心传出来。原来伊是有名大提琴家马友友13到这注新冠疫苗，用15分钟观察期间，即兴演奏，互现场的民众真惊喜。疫情期间，马友友定伫社群媒体顶悬分享伊演奏的片段，来自疫苗民众是用留一个谱声感谢伊带来安达人心的演奏。根据美国疾管管制甲预防中心统计，到10时为止，全美国已经将近7000万人注新冠疫苗。不过，防疫专家福奇接受专访时，呼吁不应该因为政治考虑无去注疫苗。How such a large proportion of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would not want to get vaccinated merely because of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It makes absolutely no sense. 另外，福奇接受 CNN 专访时讲到，确实确诊人数继续减少，到7月初时，国庆日的时阵，有希望进一步放零防疫措施，不过也警告，唔通亲像欧洲先开早解禁出现问题。We absolutely need to avoid the urge to say, oh, everything is going great, which it is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once you declare victory, you know, that metaphor that people say, if you're going for a touchdown, don't spike the ball on the 5-yard line. 纽约出现第一例新冠死亡案例，满1周年的日子，伫布鲁克林大桥下骹办一场对书音乐会。To this day, I can't remember when I hugged him for the last time. It is so painful to remember, bu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will never forget. Shoulder to shoulder, one for another, we will bring our city back together. 纽约市长白思豪带大家向因为疫情失去性命人默哀，希望早日行出阴霾。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来看台东东海岸嘉宝子湾路段，今仔透早有一台7号车车祸，车顶有6个人，其中一个台东大学女学生死亡，4个人受伤。驾驶是一名阿芬培训的留岛国手，嘛是台东大学学生，受到轻伤。上新的消息是，这个驾驶有啉酒赛车，又搁超载。伫车祸现场，这台蓝色的车车身落猫，倒边的链仔搁飞出去，车内物件也敢开涂骹。车祸发生伫台东东海华公路嘉宝子湾路段路南的车道，受伤的人由消防人员照顾。经消防队抢救，车内一车6人均已脱困，其中左后座张姓女性乘客因头部伤势严重，现场失去生命迹象。消防队员甲无生命现象的乘客送台东的马街病院，不过急救了也是救袂大。警方初步调查，车内包括驾驶总共6个人，驾驶是阿云培训国手，读台东大学的杨武杰。伊当阵在港校4位女同学，甲另外2位体育中学国中3年级加台东高中的男同学。初步看可能是车伫驶时阵失去控制，连续弄山壁造成意外。台东大学讲已经启动关怀机制。
我们后续就是心理师跟咨商师都会给予学生那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在经济的部分，也会按照学校的一个流程给予家庭跟学生一些照顾。学校讲，刚校的4位学生拢是流动队的学生。车祸迄当阵的驾驶阿阮的培训歌手杨虎杰，虽然即个受到轻伤，不过国训中心讲，也搁要观察，看是毋是当参加明年的亚运。对这件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不过，嘉义主管大西湾的路段，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2件死亡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呼吁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又搁发生一件枪杀案，一名姓赖的查甫人今仔透早甲朋友赛车经过凤山的自强一路，对天顶大三枪，又搁到前顶的地州路闹事，好佳在无人着伤。警方早起嘛随掠着2名嫌犯，因为高雄市政府目前的扫污又搁发生枪案，警方有点无面子。警方来到高雄凤山的自强一路了解状况，因为15号半暝1点外才传出枪声，赖姓嫌犯进前甲李姓被害者有纠纷，竟然叫朋友开车载伊来找被害者，并伫现场对天顶开3枪警告，然后搁去坚定犯案。凤山分局伫现场找到3粒枪支壳。听到人咧走足远的啦，一个咧甲话讲，你搁走，安尼。1点58分呢，到前村区亮相叫嚣。7点50分，我们在前村区就查缉到案了。那6个小时就迅速侦破。犯前到案的时候是满身的酒味哈，疑似是借酒发疯犯案。发生的原因初步了解是之前有口角的纠纷。警方表示，嫌犯所揢的枪是刀具枪，枪支嘛无枪支头啊，所以无杀伤力。嫌犯讲枪是伫网络买，用了就等伫鉴定盒，毋过实际的状况甲详细的动机，爱等警方调查。15号透早，高雄市长陈其迈拄好甲警方开治安汇报，结果半暝煞发生枪击事件。陈其迈会中指示警察局加强查缉。我想诉枪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啊，那我们也要求一定要溯源，就是改造工厂以及管道哈这个方向来努力哈，那会持续来办理。当地警方强力扫污的期间，搁一摆发生枪击的事件，这已经是半个月来第3件。警察局长吴明昭强调，会继续查缉枪击，调查来源，就是希望高雄的治安问题莫搁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面交馆高雄报道。有媒体报道讲，总统蔡英文去找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彦，希望以当3天来解决海草打公道人数的争议，看敢有法度伫未了起天然气接收站。不过，国发会主委金明钦早起是直欢迎，表示讲这是2回事。未了天然气接收站毋是替代方案。台塑集团的董事长嘛讲，这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完全无关系。将近70万份的珍爱海藻打连锁公道书，18日送去中选会。若8个公道确定成案，政府将为海藻打的争议提出解决的方法。这么团讲，未了天然气接收站被环团看作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异地开发的选项。不过，国发会主委认为，未了起天然气接收站是好代志。不过，这2个之间毋是代替方案，而且时间未啥会赴。不过以区位的地理来讲的话，因为大南还是在北边嘛哈，因为你还有区域的这些电网的安全上的问题哈，所以北中南都需要有哈，所以我才说这是2回事，但是是好事。未了天然气接收站是毋是能化解目前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争议？方明兴认为，以时程来看，大潭的时程是加较早。未了就算是这么开始启动天然气转煤的规划。由煤转气也会需要一段时间。约拿大所是回应，为了要减少排放温室气体，要伫未了起天然气接收站已经是规划几多年的代志，甲3接无关系。那跟第3天然气接收站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环评通过了，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供应的整个计划，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处理我卖寮本身的事情。台塑化董事长陈宝龙认为，目前未了的天然气接收站，也搁伫咧考虑建立环评相关停驶案件，即马是伫咧研究的阶段，一切也搁伫咧规划中。因此，毋若是甲3接毫无关系，广线要接100多公里到北部，也无考虑过。记者综合报道。
万宁会早起第二反映业务报告，有真侪立委拢正关心起诉的安全性，主委是一再强调讲起诉目前阁还未符合安全的要求。台湾到底敢有适合用核弹？伊认为会使讨论。丁克核试公投要伫8月举行，当年决定要互核试封存的前总统马英九，最近公开表示应该丁克核试。伊强调，所谓有困难，拢是政治，毋是技术。会知影，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专案报告的万年会主委谢小新，面对质询时阵表示，核试的兴建执照去年底已经到期，若要丁克，就要重新申请。如果说他还要在原地续建，那么他还要申请新建执照，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做全盘的盘点。核能管制处进一步说明，当年核试封存的时阵，1号机还未完全通过测试，2号机是还未起好。1号机正在做相关测试，当时并没有完全审结，所以有一些设施还没有完全经过原能会审查完整，然后通过。那另外的话，2号机其实当时还在新建当中，还没有进入测试的阶段。毛未少立委关心，不管是悬还是低放射性核废料，目前处理的进度是无进度。虽然台电因为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选址时间拖到，互原能会处罚，但原能会承认要有进度，真正才会当靠沟通。全世界大部分都是靠沟通，而不是靠法律。核试敢会当停课？原能会表示，因是安全管制单位，毋是因会当评论的。但主委谢小新指出，台湾离地震带，而且一直有新的地质事件发现，台湾是毋是适合用核能呢？伊认为会当讨论。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这几天普遍拢是柑仔色的提醒。中华县环保局嘛加强稽查大型固定污染源，伫12查到有2间工厂违反空气污染法，嘛开出罚单。今仔环保团体公布 PM2.5的检测结果，云林县又阁是污染的第1名。环团嘛呼吁讲，未了电厂应该赶紧甲土炭发电，改做用天然气来发电。中华县环保局的稽查人员来线采一个安稳图材料的堆置场，发现这个区域甲车咧出入的时阵，拢有土石啊、甲风背线四界飞，造成空气污染。同款伫咧线西，阁有另外一间石化场，讲是因为因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歹去，甲挥发性的有机气体排去空气当中。这2件，中华县环保局拢照空污法加重处分。有粒料掉落逸散的一个情形，石化厂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故障而造成违法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气体，是在空气将依空气污染防治法23及24条加重处分，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款。中部这几天的空气品质拢伫咧柑仔色天色顶级，因为污染物消透袂出去。中华县的测站伫咧15早起11点，甚至出现红色警告的顶级。环保团体嘛公布法定手动 PM2.5的监测数据，连续7天空气污染的第1名拢伫咧云林。林嘉南大吸毒，零气源不平等，零气源不平等。第一手动 PM2.5，不管是日均值还是年均值，云林人拢是数全台湾上歹空气。悲情于林，拜托大家共同来终结悲情于林。这个霾害、致癌物质这些空污最严重的地方，也要让外出的云林人、在地的云林多了解这个严重性。环保团体要求讲，要赶紧推动未了电厂，把小土炭改做天然气发电，莫阁牺牲云林人的权益。另外，伊嘛质疑讲，去年12月29，环保署公布新版的 PM2.5空污防治区，宣布讲上北已经达到标准，改做2级的空气品质防治区，要求环保署会当专业对话，做伙为空气品质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共的军事动作不断，新型东方飞弹的威胁嘛已经影响到第2岛链。国防部证实，咱的国军每一档拢会甲美国做伙做台美联合含防空控的交流，来讨论飞弹防御，阁有中共高空导弹发展等议题。专家是认为，这显示台美军事合作的战略是愈来愈清楚。国军服装供修站15正式开幕，国防部长邱国正亲自出席，表示精进服装供修制度，让所有官兵享受更加优质的生活品质。
即马台海局势严重，美国印太司令更加示警，中共6年来恐惊会攻台。国防部表示，将延续甲美国进行联合防空交流，探讨因应中共飞弹威胁，也计划甲美国调开专案会议。目前台美之间的交流是依照既有的一个模式持续的来合作。那至于国军自制的装备，会持续依照敌情的威胁，不断的来研发精进。台美联合防空交流自2000年起执行，是台美双方重要军事合作项目，针对印太地区空中甲飞弹防御安全合作事项，甲中共导弹威胁发展等议题讨论。去年因为疫情改做视讯方式，以前较低调，即马公开宣示，学者分析显示国防部将这项议题的战略无清楚，转做有限的清楚。可能提升它交流的广度跟深度，甚至来讲，也许某种程度是台面化，比较不像原来可能是比较低调的这样一个交流方式。台湾中科院研发的这天宫3型的高度的防空反弹飞弹，到了技术已经成熟的一个阶段了，进一步的技术交流，那对于双方都是应该是一个就是共同安全的必要。苏志芬认为，中共最近东方飞弹威胁已经扩大到第2多年，台美飞弹防御合作方提升到战略战术，台湾地缘位置也都方凸显出来，所以合作的重要性增加。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也甲咱国友邦巴拉圭总统阿布多通话，呼吁巴拉圭继续甲台湾等民主朋友合作，共同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的景气真旺，也毋过外界嘛真烦恼讲，敢会是一时尔尔。国发会主委金明兴今仔是表示，这波的景气回升是咱国内的产业有实际的成长，也毋过观光旅游甲国外往来的交通嘛是个影响真大。台湾出口表现比预期较好，加上半导体产能优势领先，甲外输增强。进前主计总处将今年经济成长率由原本预测的3.83%大幅上修到4.64%，创近7年上悬。不过即马都有外界质疑，国内观光旅馆业也是无好，景气指标愈来愈悬，是不是有水泡化现象？国发会主委姜明新早起伫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这一波景气的回升有实际面的成长，所以无有水泡化问题。所有的一些民间的，不管是消费信心啊，或投资的信心指数啊，也都维持得非常好。不过当然，现在景气灯号越来越高，包括消费跟投资的实质的一些增加，所以还不至于有所谓的泡沫化现象。姜明新表示，今年全球经济有希望走出疫情所造成的衰退，主要国际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有4%以上。台湾不止订单出口大幅成长，民间消费、民间投资也大幅成长，传统产业也已经转好。只有观光旅游甲跨境交通依然受影响，要继续关心。美国经济失业率向升悬，有通货膨胀的几率，外界烦恼资金是不是搁走去股市，互台股后市无限制，互大盘指数愈偏愈悬。金管会主委黄天波表示，台股本来就好的基本面来支持。拜登政府上来之后，这个1.9兆美金啊，假政府现在要打炒房，所以大家预估啊，这些钱又会跑来这个股市啊。如果这个市场是有基本面的，投资人有信心，愿意买台股，我觉得不是不好的事情。另外，财政部启动打炒房，外界关心金管会是不是对有真侪房的人祭出管制。黄天波表示，目前无进一步措施，去年都已经配合行政院防检，对银行不动产专案清检结果会伫3月底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各界关心性侵犯的收容甲强制介护议题，未来若实施司法精神病院，敢会甲性侵犯拢关伫病院内底？法务部长蔡清祥今仔是表示，司法精神病院主要是要受介护处分的嫌犯，其他的性侵犯爱个看空间来调整。司法精神医院啊，是行政院在指导之下，我们卫福部跟法务部共同来筹设。那我们也分工，医疗的部分由卫福部来负责，介护的部分是我们来协助，所以我们会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是
依照刑法监护处分为优先是。那以后有容量的时候再来扩大。另外，针对新北市的警方的办馆长陈之汉的枪杀案，锁伫市刑台的避轻室，找到改造的手枪甲毒品。蔡清祥嘛强调讲，已经要求高检署了解，等报告出来会来向社会大众说明。咱再来看缅甸国内局势是愈来愈紧张，昨传出有39个人互军方弹死，伫永光工业区某一间台湾人开的蚵仔工厂互放火烧。侨委会今仔证实讲有部分台商嘛有受到影响，咱国的驻外人员会密切来注意，监阁要安排专机甲侨胞再回来外交部会评估。缅甸的情势也是真乱，则是各地区有39个人遭到军警镇压而死亡。伫永光的工业区、莱达亚区，就传出反中情绪相关发生示威，有几多间中资工厂敢若是互人放火，其中也佫包括一间台湾人投资的画厂。对此，侨委会委员长董建元15到立法院备询进行证实，确实有部分的台商受影响。我们确实有接到相关的讯息因为在当地的形势有些恶化，那确实有些台商受到一些波及。不过我们驻外同仁都有在密切的在注意跟联系，那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台商在缅甸都能够谨慎小心。今仔是毋是加开撤侨班机？董建元讲，这个部分由外交部统一处理。立委也问侨委会是毋是有法度掌握侨民的状况？董建元讲，透过工作群组、加侨胞一个侨商组织拢有联络。情势的演变对于出口、对于他们员工部分有一些冲击，但昨天的部分似乎冲击面比较大。今天这个事情是更严重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沟通的管道可以撤侨？有没有这个打算？这个部分因为都是外交部在统一指挥跟处理所以我想我们侨组同仁都会配合在缅甸的大使。一些这个工厂或什么稍微有一点点的被这个受损以外，目前为止这个台商方面还算是大家都还算是平安的一个情况。目前伫永光的缅甸台商讲，大部分的台商拢算安全，大部分的侨民也拍算坐3架撤侨班机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引发7大工业国集团的批评。中国国务院香港澳门办公室用发言人的名义声明讲，任何外国拢无资格讲一寡543来干涉中国内政。有正为流亡海外香港人士发起2021香港约章，呼吁伫海外香港人人士只会为香港发声。中国全国人大11表决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代表北京将强化对香港政治的控制，引起美国甲英国等7大工业国集团的严重关切甲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14暗以发言人名义发出声明回击。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修改和完善，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没有资格说3道4。7国集团就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发表的声明歪曲事实、妄加评论，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中国头一摆对 G7 的声明做出回应，强调要全面准备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需要实行爱国者治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研判，真紧就会开会讨论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具體做法。本地法例修訂呢，可能就希望要5月度啦，就要完成啦。咁然後跟住選民登記嗰啲工作啦，咁啊然後每個選舉委員會啲界別咧就要選舉產生啦。所以個工作都係緊張嘅。中國無體諒的態勢，也讓香港政治形勢更加嚴峻。傳出香港民間人權電線可能會因為觸犯港區國安法封處理。根據真濟香港媒體報道，已經有民協國民黨指著這個團體宣告退出面定工作，流亡海外的真濟香港人士，包括香港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柯地方等8人，決定發起2021香港約章，呼籲離散香港人做回連署。我哋呢一班喺海外嘅離散港人呢，就有更加大嘅責任同埋義務，係去繼續發聲，係去鞏固翻香港民主運動喺國際之間嘅支持同埋關注。記者會以線上形式進行，羅冠聰指出，北京改寫香港政治制度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希望透過約章團結流散海外的港人，承擔更加大的義務責任，共同為香港抗爭發聲。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看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甲民进党的发言人甘乐芳传出讲两个人同机，消息几啊天的王定宇早起人出现伫立法院，伊嘛是佮强调讲，因只是单纯税厝的关系，伊的太太嘛拢知影。这个就是一个分租或租个空间的问题而已。那在4、5个月前开始承租，我太太家人都了解。那我想这个承租的话，我们就希望到此为止，也不要再租了。之后啊，再找啊。那8000块，大家在说有些争议。8000块为什么争议？我觉得8000块很贵啊。另外嘛，传出讲王定宇的财产申报108年甲109年这2档的资料是完全共款。王定宇今仔嘛解释讲，是帮伊申报的员工无注意哦，去试着甲108年的资料砍掉109年内容的案件。伊嘛讲，伊拢有照事实申报，资料嘛拢已经送监察院，顶礼拜嘛已经签名，大家会使去甲原始的资料调出来看。希望他们这礼拜进书就是。可患严重，台中嘛可能准备开始第3阶段的分区供水，因为目前鯉鱼潭高德基水库水量是一直减少。台中市第15嘛来做演练，希望至少会使继续提供民生用水佮便宜的用水。也毋过水利署是表示，并无讲介乐观。消防水车来啊，消防员救水线将水灌入医疗院所水塔，模拟医疗院所水源供应状况。另外一边也有水车载水将水塔灌好满。加做高地水压不足，就是要确保民生用水无欠。水情严重，就连工地抽来的地下水也要好好利用。基台顶一边是灌水，一边是过滤水，蓄水落度拢有明显差别。这套就是水利署的移动式净水设备，估计每工会当有5000公升的散水量。3种情景就是模拟大台中地区水情进入第3阶段的应变机制，因为水情继续不乐观。整个水情非常的严重，也因此，如果再不下雨的话，那我想中央对台中市的供水有可能进一步的紧缩哈。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主要供应大台中地区的水库继续探底，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15早起9点，鲤鱼潭甲德基的脱水量分别积存13.5%甲8.2%。目前虽然属于第2阶段的柑仔色警示，不过也将要面临分开限水的红色灯号。水利署讲，目前力保民生无欠水是第一重要的代志。陆续的进行了区域的调度的功能，那确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降雨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展望未来，距离我们枯水期结束还有相当的这个时间。水利署表示，目标中农业是减压供水，敢是将实施中午停止业力讨论。目前无时间表，供水目标维持伫5月底前，未实施分区限水，不过也是爱请民众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拢会欠水，也毋过北部目前的情况算阁好哦，嘛启动北水南送的计划，加减来支援北南部的用水。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是强调讲，现在翡翠水库每工大约送60几万吨的水到新北市，用翡翠水库的水来支援石门水库，石门水库佮再来支援新地的宝山水库。新北市跟那个他们桃园的北半部嘛，那石门水库的水都往南部去送，去支援那个新竹的宝山水库嘛，所以等于是翡翠水库支援石门水库，石门水库支援新竹的宝山水库，大概策略上是这样嘛。郭文地今仔是出席关渡码头周边设备的改善员工启用典礼，北水处表示，这届的工程甲本地的停船的平台搁再撒出去，愈挖近淡水河，嘛互码头的通道会使来串联河边的脚踏车道，搁关渡自然公园等风景区，希望会使提供民众愈发好的环境。今仔是农历2月初3，石门水库举办妈祖水上出巡祈福，祈求落雨。目前石门水库的水量只存46%，每工供水总量管制哦，大概公共用水会使提供到6月份。石门水库即马有的观光游艇、渔船甲农渔船活180只。水库脱水量继续下降，冲击渔船掠鱼甲游艇观光业。义顺传统，当年农历2月初3，石门水库举办妈祖水上绕境祈福。今年唔来请来福兴宫妈祖主神坐船游湖，连水中的土地公也来啊！今天呢有28尊，而且我们今天出去的船只有18艘船。
也是破我们以往游湖所有的船只的数量。我祈求上天能够天降甘霖，至于我们雨水，能保护我们的一些渔民跟一些游艇业者。天气真好，景色真水，绕景水库基互信众甲游客游船随行，一路免费。过程唔会当看到抢丢石，也阁有通出来水面的梦幻草皮甲水中土地公庙。除了祈求天降甘霖，也少出山团前往水库游湖观光。目前石门水库的水位是229.3哈，那蓄水量是9000万吨，差不多46%了哈，所以看起来相对稳定。北水局表示，目前跳水量46%，比去年同期差不多。根据气象局预报，短期内明显落雨机会无大，也毋过有少少方面。塘横水情采取每日133万吨出水总量管制，并且冷冻式以落雨降水，一期水调足，供管无问题。公共用水到6月也会当满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塘横龟山私立公客高中，有学生囡仔投诉讲，学校内底有一位姓沈的老师，亲像伫学校内底卖粉予学生啊。代志也出来了后，学校知影，却拢无处罚。全国私校工会是呼吁讲，爱随调查，那真正有影爱甲这老师死头路。伫桃园龟山区的私立公客高中，最近互已经转学的学生向媒体投讲。学校内面一位姓沈的老师，敢若伫咧卖唔知影名走私的粉予学生，并且付老师甲学生交易的对话图。也毋过去年9月代志发生，迄当阵的校长无做任何处理，甚至学生也阁互老师以毕业的成绩做威胁。教育部国教署同款接到投诉，并且转予主管机关通知教育局，也毋过通知教育局对此拢无回应。全国私校工会希望学校赶紧调查这个案件，若是事实，应该开告评会，依照告诉法的规定立即改评。工会讲，姓沈的老师所卖粉，伫咧市面上真罕见，检调单位应该调查是毋是走私粉，也希望教育局派人调查公客高中是毋是违反学校卫生法甲分害防治法的情形，并且对学校管理不当做停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房地产正兴，远雄建设嘅桂林高铁特区要起一批换厝哦，传出讲有上千人嘅抢，嘛引起内政部嘅关心。台南市政府甲内政部做伙稽查，认为远雄是故意放出大个小钱抢嘅风声，这可能嘛违反公平交易法等相关嘅法令。等下调查了后，就依法来处罚咯。来到桂林高铁特定区，才唔有高铁站，未来阁有outlet，也就安尼吸引真侪建案正咧进行。其中，远雄建设伫桂林推出378号的建案要被动工，13号举办说明会，现场排队的人是踢甲满是，爱摕号码牌啊，阁爱传好10万块，这也引起讨论。有民众质疑排队抢房的动机，现场阁传出是建商找临时演员来排队，民众的看法是拢无共款。点好啊！点好啦，高铁也伫这附近，生活机能真好啊。交通大学啊，遮啦，百货行遐规个去百货行拢起好啊。介绍无遮悬啊，差啊，遮啊悬足济台人足济空污率吼，真正安尼是无合理的啦。针对这个代志，10时内政部也甲台南市政府前往稽查，初步发现建案的说明会并无甲专区每一户预备厝甲公共设施分摊的比例讲清楚，而且阁有收10万块的支票定金，认为这已经是消费的行为，煞无中人签名等因仔，这已经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规定。另外，也认为建商透过通讯软体群组炒作，透过抽签的方式注文，营造抢买的风潮，这可能影响预备厝交易的秩序。落尾也会将收集到的事情移交公平交易委员会审议，相关摊罚2500万。那可是发现说，他大概有做一些广告，那也吸引了蛮多的民众，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欺罔民众的部分？那这是属于公民交易的范畴。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移送给公民教育委员会去做个查核。这个关于昨天的稽查，我们都全力配合啦。那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是领有建造的，所以当天是开放预约。那包括分饼表跟公设比例，我们也都有向这个预购的民众来说明。转订单之后，就会有经理人来签章，所以整个资讯都是公开跟合法。
所以包括主管机关的指导，我们全部都接受。台南市政府强调，任何建商要到台南投资拢真欢迎，不过无欢迎用差字的手法来行销。对此，远雄建设也回应，对来访的民众伤济造成困扰，感觉真歹势。落尾也会全力配合相关机关的指导。记者综合报道。航港局传出讲有人登记收乌钱，唔免客气，就使摕到游艇的驾照。交通部长林佳龙今仔日伫反映指出，有将近2000外件95个驾照拢是共一个人发出去的，这个人嘛已经互记大过处分咯，贴入查办。嘛强调讲会全面来检讨，检方嘛已经针对此案起诉50外个人。交通部航港局去年4月标出游艇驾照备案，一名姓宋的机组私自收乌西钱协助发游艇驾照，犯案时间有10年。交通部长林佳龙再去到立院专案报告，强调绝对袂含糊。除了全力配合调查，也启动雷控机制检讨。不过有国民党立委质疑，一名57等基层公务人员竟然用伫共一职务做10年，犯罪手法互人拢想无。单一人员涉案，还是有可能是一个单位的集团式犯罪。他的主管负责任的，我们当然也先做行政处分。类似是共犯或是一个所谓系统性的犯罪的话，我们绝不护短。林佳龙强调，姓宋的机组涉案期间所发的驾照已经一一清查，有2份的驾照，初步清查有将近2000外件，其中95%拢是由伊经手，也有少部分会调查清楚是毋是牵涉不法。到目前为止，也无查到其他同仁牵涉。强调专案会由司法侦办当中，佮强调会限缩证照承办人员的职权，同时全面检讨清查，陆海空其他证照是毋是有违法的代志。有异常的这个案件，的确有达到这个2000这个件左右，确切的事证才能够启动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撤照程序。另外，代替企业工会既然分会抗议4轮3班薪制，计划清明连假期间依法休困。林佳龙讲，轮班制度每年进程没有变动，不过强调已经增加请3000人，白班也是对咧调整，落实轮休，未过劳。讲宜兰分会会依法休困只是局限，唔是罢工，大部分的人也是配合当地，事运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前公听会委员长节目金这案，法务部嘛启动清查，发现讲各有4件案件，嘛亲像有检调人员涉案，其中自庆温这案，因为各有真侪疑点，所以台湾高检署今仔嘛针对这案申请搁再审，希望会使查获清楚，会使向自庆温甲伊的家属清白。伫好业审理人王部长甲司法人员的不同交往案件报出了，高检署重新调查100涉及的4件案件，其中的自庆温伪造定存单案件。高检署认为疑点真多，虽然朱庆云已经死亡，议员伫咧审酌了后，决定申请再审。伫民国84年，迄当阵王部长的宜华公司甲百利达银行出现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诉讼案件。为了要让银行对宜华公司的强制执行会当继续，所以银行的宋协理就咨询律师，并且甲关键的人物朱庆云讨论了后，由会计部的潘经理定在会计表册。结果北检伫接到检举，讲3人涉嫌定在不实文书案件的罪名。伫1审判3人无罪，2审的时阵，宋判2位经理无罪。不过朱庆云也是因为伪造文书等罪名，裁定移上民事庭。结果朱庆云伫咧3审的期间死亡。他有提出百利达公司的相关NCD 的表册，他开具这些 NCD 是合情合法的。高院民事庭的判决里面，他很明确告诉我们，宜华公司并没有因为朱庆恩的行为受到任何损害。申请再审的理由包括高期无斟酌调查朱庆云的有力证据，一个百利达银行函复财政部的函文，会当证明朱庆云并无伪造文书的怀疑等事情。高检署也强调，任何所在不公不义，拢会威胁所有所在的公平正义，会让相关证据的论述更加清楚。希望这个案件会当害朱庆云甲伊的家属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伫即半个月发生几啊件公安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高雄市政府嘛针对高风险的工地来做全面的纠察，只要工人有酒精的反应，就袂使做事，会使去验第2遍。若说同款哦，佮有酒精的反应，就要包包款款的登记休困咯。这个月4号，高雄鼓山区美术馆一位工地钢筋绑落去，互2个工人死亡。9号前镇区嘛有工人搬落去受伤。3天前，接受林雅区的工人跋落电梯井，还佫有人互站板业伤。最近高雄市公安意外常常传出来，互工务局决定针对着高风险的工地，要全面纠察。比如说喝啤酒啊，或者是像威士忌这一类的含酒精的饮料的话，它可以比较退火。但是基本上让公共工程在我们的这个案子里面的话，我们是不让他们这样喝。上班之前爱先酒测，真侪工人拢抱怨，就爱开真侪时间来排队。不过市府强调，就是烦恼有工人为着要提神，也是保持体力，才来啉这有酒精的饮料，才会全面来抽验。但是15号检测的第1天是无人有酒精的反应。有一些酒精性的反应，我们会请他在休息室先休息，然后休息完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复测。如果复测结果合格，我们才会让他进到工地。那如果说真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有严重的影响到整个施工安全的时候，我们会请他先回去休息。有人讲，有人为着要闪避，有可能伫酒测通过了后，才去想办法来买这酒精饮料，实在是无法度预防。但市府讲，按照着治安法，雇主若无严格禁止劳工伫做工课的时阵啉酒，发现讲工人有酒精的反应，而且伫高价来作业，会当来罚雇主。若是发生一灾，更加可能要面对3万到30万的罚金。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云林大溪5江村的民众今仔伫工地抗议当地风力发电的工程，因为场面是真混乱，所以双方沟通今仔暂时停工。村民要求讲，这个风电设备至少离徛价1500公尺以上，也毋过业者是表示只要超过250公尺就无违法，嘛讲会继续甲村民来沟通。规模大型的机具继续施工，云林大溪5江村的村民要弄入工地要求停工，但是叫警方阻挡，现场气氛是真紧张。云林沿海目前正在进行风电施工，但是有袂少村民认为风电设备和徛架气源离受过近，恐惊去影响到生活品质。啊，这产业变哪？这产业以后变哪放？啊，这困啦，就用蛋杀。我行行顺顺多家，我刚才多少呗？我们陈情书的主要内容跟诉求就是，请他停工，然后搬移所有器具。当地居民表示，能源公司来这施工并无和村民先达成共识，就直接派大型机具进入工地，引起村民不满。对此，特地能源公司表示，正因为村民的反对，已经捌停工4届。为了要顺利施工，保证会继续和村民沟通。这样就是大家冲突扩大嘛，我希望大家能理性谈。但是我是觉得说，他们现在理由是认为说，第一个我离这个坟墓地太近，那它就不是一个法令上所规定的东西啊。第二个说，他说离村落很遥远，事实上你镜头看，那离村落大概400米甚至500米。特地能源公司云林办公室表示，所有施工拢有照法律的规定，风电设备打含砖头小离有250公尺远，无违法的问题。但即马村民搁在抗议，会将民众的诉求转予总公司，期待双方会当理性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研究院的意思，廖一九有水产养殖之父的尊称。伊少年的时阵，得过白色恐怖去日本留学，学着完整繁殖系养殖技术了后回国，为台湾建立水产养殖的基础。伊嘛研发真侪领先世界技术，伫国内外拢得过真侪奖。屏东科技大学的为廖教授来举办展览，望学生佮民众会使来了解伊对台湾的贡献，嘛传承伊对学术研究的精神。余下人与共事啊，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水产养殖之父封号的中央研究院士廖一九，为正人导览家己用尽心情研究所得到的种种成果。虽然已经80多岁，不过廖一九脑洞一中，尤其讲到伊的专业水产养殖，伊的眼神如有光彩。民国57年1968的时候，我回到台湾第一个站就是本来就是要在东港，因为要做乌鱼，乌鱼就是让胆干较黑，所以我就为了做乌鱼人工繁殖，到东港来。廖一九对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了后去到东港研究水产。
1969年时，成功以人工为乌鱼化种，才做世界第一例。那乌鱼、草虾、沙目鱼以人工化种的技术，了19嘛拢总研究出来。因为了19的研究，渔民唔免个冒险出海掠鱼仔，水产道道普遍，继续唔免遐贵，人人拢买去海产。也了19保证的技术领先世界。联合国农业组织出版的水产专书，专讲小解伊的成就。日本政府颁休日中树奖予伊，肯定伊的贡献。了19退休了后，又搁继续打拼，担任屏东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要甲水产养殖的精神传予后辈。希望年轻朋友啊，要看远一点哦，不要看目前的这个哦，做较大的代志哦，这个是很重要。做较大的代志。了19安尼鼓舞少年辈爱敢拼，想法爱想好久长。了19毋那用话语勉励，更加以行动示范互众人看。自做学生，得甲冒险的精神发挥甲彻底。那屏东科技大学特别举办雅典，望民众同齐了解水产养殖之父了19对台湾水产养殖的种种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遮3年1考的西港官乡是文化部指定的国家重要名胜，因的南海堡水族镇的顶头上出名。也毋过今年因为袂好准备，嘛无在地主题要来斗闹热，烦恼这个顶头无人传承，地方就请老师来指导民众拍拼，要来传承这项传统的艺阵。由海陵王带领渔民下种，这是台南西港遮全台唯一的传统水族镇。为着要保存这项传统的顶头，西港的南海堡建筑宫殿，佮专工设立文物馆，收藏水族镇的各种服装佮用品，要互现代民众会当来遮了解到在地传统文化。保存这个水族镇吼，这个服装，这个乐器，佮这个农业社会时代的日用品啦。3年1考，人讲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仔乡是文化部登录的国家重要民俗活动，水族镇嘛是逐回西港仔乡真大的焦点。不过今年因为准备的时间无够，在地主题参加的意愿嘛较低，所以真有可能得爱搁等3冬，到后1考才有通好搁看到水族镇。新乡里这乡考吼，嘛有点仔较可惜时间吼。交这个人人地主信徒的意愿较少，可能搁延到这个后科乡看卖。演歌的老师教遮的民众咧学迄个咱水族镇，互因搁了解讲是安尼叫水族镇，水族镇是要安表演，后科乡会当搁继续来，互有法度来出阵，咱这文化袂搁造成咧断层。为着卖互这个面临保存危机的顶头表演，就安尼失传去。地方嘛真用心，请老师来指导民众表演，嘛帮助民众更较了解水族镇的意义，互大家会当共心，做伙来为后1考的水族镇准备，保留这项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有一个老人学校组一个国家的乐团，最近搁办一个发表会，请老大人有上台表演的机会，也拢真欢喜。因讲食老可会使学新的物件，可会使收到大家普话声，实在是真幸福的代志。美妙的国乐演奏，搭配长辈拢真熟悉台语歌曲，互大家欣赏的阿公阿嬷会当哪听哪对咧唱。云林县如愿祖先关怀协会的中青学院举办发表会，互参加国乐团的阿公阿嬷一个就台机会。为着这场演出，大家人拢练甲足认真，嘛拢真欢喜。我觉得来这边的话，以乐会友，然后又可以自娱于人。我觉得这个团体很温馨，然后带给我真的很快乐。每个礼拜就很期待团练的时候跟上课的时候。其实真侪所在拢有在办中青学院。希望互地方的老大人愿意出门行踏，有一个场所会当互因开讲活动筋骨，所以拢会规划无共课程。这边规划国乐的发表会，嘛是希望请更较侪老大人做伙加入。就要关怀到地方老大人的这个健康，那迄个来办理着长青学院，推动着国乐班来把传统音乐带互这个社区，希望会当互老大人永远长春永远健康。一门简单的课程，就当互阿公阿嬷找到生活的新目标，而且看到这么侪老大人愿意出门，甲大家做伙嘻嘻哈哈，嘛会当互做事者更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